各位同學，大家好啊！我係科學科嘅黃偉樂老師啊。今日咧想同同學仔講下點樣去揀健康嘅食物。食嘢對我哋嚟講好緊要㗎。食物為我哋提供能量同埋營養，幫助我哋活動同埋成長。上完呢堂之後，我希望同學仔可以分辨到加工食物同埋天然食物，亦都講得到超加工食物嘅害處。同埋最後最緊要係運用健康飲食嘅原則去揀食物。喺課堂開始嘅時候，等我考下你先。呢度咧有兩種肉類嘅食材，你覺得邊樣係比較健康嘅咧？點解咧？好，依家俾5秒鐘嘅時間咧，你自己諗下先。之後咧同隔離位分享你嘅諗法。最後咧想請老師咧請同學仔同全班同學分享。相信同學都會覺得天然嘅肉類係比較健康嘅。加工肉類咧裏邊含有好多唔同嘅添加劑同埋調味料，食得多咧對身體冇益㗎。呢度有兩種唔同嘅水果食品，你又覺得邊一類係比較健康嘅咧？相信同學仔都會覺得天然嘅水果係比較健康嘅。雖然加工嘅果乾可能係比較好味道，而且可以擺得耐啲，但係通常咧呢一啲醃製嘅食物咧都係加咗好多嘅添加劑同埋調味料㗎。咁所以我哋咧盡量咧都係食返天然嘅水果啦。呢兩種飲品你又覺得邊樣係比較健康咧？點解咧？依家到你諗下啦。相信同學仔都係會覺得飲水係比較健康嘅。汽水入邊有好多糖分㗎，成年人一日裏邊飲2罐嘅話咧，已經超出咗每日攝取糖分嘅標準㗎啦。食品安全中心指出，如果我哋根據食品嘅加工程度去分類嘅話咧，我哋嘅食品可以分成為4大類。我哋一齊睇下。第一類咧係未經加工或者最低加工嘅食物，亦都即係食物本身嘅狀態啦，又或者係一啲整乾咗、冷藏咗、真空包裝嘅食物。咁例子包括新鮮嘅水果同埋新鮮嘅肉類。咁呢類食物咧就係建議食得最多嘅。第二類咧就係烹飪成分加工食物，咁亦都即係我哋平時所講嘅調味料啦。咁呢啲食品咧，通常就係擠壓、精煉又或者磨出嚟嘅。咁例子有植物油、糖同埋鹽。咁呢啲食品咧，我哋都可以食嘅，不過咧就要適量咁樣使用啦。第三類咧就係加工食品。咁呢啲食品咧，通常就係由第一類同埋第二類食品咧合併而成嘅，例如麵包啦、意大利粉啦。一啲油浸住嘅罐頭魚啦，或者一啲加咗鹽糖嘅果仁。咁喺現今社會咧，其實我哋都好難避免呢一啲食物㗎啦。不過咧就要適可而止啦。最後嗰類咧就叫做超加工食品。呢一類嘅食品咧就係老師最唔想同學仔食嘅嘢啦。我哋一齊了解多啲啊！超加工食品通常會喺工廠入邊生產嘅。咁呢啲超加工食品裏邊咧，混合咗好多糖、鹽、油、脂肪，呢啲會影響我哋身體健康嘅物質。另外咧，仲落咗好多唔同嘅添加劑㗎喎，例如色素啦、增味劑、甜味劑等等。長期進食呢啲超加工食品會對身體造成好多嘅害處㗎，例如會肥胖啦，會有糖尿病、中風等等呢啲嘅疾病。如果小朋友食咗嘅話咧，更加會營養不良，導致到發育有問題添。聽咗咁耐關於加工食品嘅資訊，係時候喐下啦，考下你啦。我依家咧會俾幾種唔同嘅食品你睇，你估下佢係唔係超加工食品？如果係嘅話咧，就用手做個圓圈嘅手勢；唔係嘅話咧，
咁我哋就做個交叉嘅手勢啦。好，準備好，我哋開始啦。好，第一個咧就係大家應該都有飲過嘅罐頭湯喎，佢係唔係超加工食品咧？好啦，俾5秒你諗下啦，5、4、3、2、1，舉手。答啱啦，罐頭湯係超加工食品嚟㗎，佢係喺工廠生產嘅。如果你望佢嘅營養成分嘅話咧，你會發現佢落咗好多唔同嘅添加劑，另外仲加咗好多糖同埋鹽㗎。咁所以大家就要少啲飲罐頭湯啦。下一樣咧就係含有豐富鈣質嘅芝士片喎。我相信同學一定有食過㗎啦。通常咧會攞嚟夾包。咁你覺得呢個芝士片又係唔係超加工食品咧？好，一樣俾5秒你諗，5、4、3、2、1，好，舉手。呢個同學仔可能都唔係太肯定啊。明明芝士應該係健康食物嚟㗎嘛，裏邊含有豐富嘅鈣質。咁但係咧，呢個芝士片咧係超加工食物嚟㗎喎。咁芝士片裏邊咧的而且確咧係有芝士嘅成分，但係佢裏邊咧仲加咗唔同嘅一啲植物牛油啊、一啲色素啊、一啲添加劑，係令到咧佢有唔同嘅口感。咁所以咧芝士片咧係超加工食物嚟㗎，同學仔咧應該要盡量少食啦。好啦，下一樣咧就係依排同學仔都好興食嘅辣條喎。咁辣條又係唔係超加工食品咧？5、4、3、2、1，舉手。相信呢一題所有同學都答啱㗎啦。辣條咧係超加工食物嚟嘅，佢裏邊有好多唔同嘅添加劑。我哋學校咧都已經禁止咗同學喺學校食辣條㗎啦，所以希望各位同學都唔好再食辣條啦。講咗咁耐超加工食品，好似依樣唔食得，嗰樣唔食得咁。咁到底我哋食得啲乜咧？咁當然咧，我哋就係要食多啲依啲天然嘅食物啦。天然嘅食物就係食物原本嘅狀態，入邊冇額外嘅添加劑，冇人工香料，冇人工色素，咁就可以放心去食啦。同大家總結一下點樣去揀健康嘅食物啦。首先咧，我哋應該盡量揀一啲天然嘅食物。另外咧，都要留意3低1高嘅原則喎。低脂肪、低鹽、低糖、高纖維。簡單嚟講，即係落少啲調味料，盡量食多啲蔬菜同埋生果。咁我哋咧就會健健康康、快快樂樂咁樣成長㗎啦〜